来到南投的草屯，有一个路家的路口，拄好嘛是转弯，不时都咧出车祸。最近3天就发生3件，但是遮尔危险的路口，煞只有闪警示灯。在地乡亲是希望警方会当甲变换做青红灯，来减少着车祸的发生。 机车骑士来到草屯中正路这路口，骑士车速伤紧，对撞前面的轿车，结果机车出去，骑士嘛侧伤。就是前几天若小货车伫同一路口要回转，结果转到一半，后面直行的车咧挡袂住，转弄落去。它回转就对了，哪安尼切？我加载无交过。 草屯的中正路甲东德家商附近的这路口，因为是路行，又搁是转弯，短3天来连续发生3件机车对撞的事故，好佳在伤势拢无严重。听到甲弄到后道崩者安尼啊！伊是为后壁弄。嘿嘿嘿，红绿灯转拢就冲，你知道？拢骑死紧。车祸技术拢是路行车速伤紧引起的，这路口交通事故经常传出，当地民众希望警方启用路口青红灯。如果要设立红绿灯，那很多切口的地方都要设立的。你要占车路的人，你无论倒位，你无红绿灯一定要注意啊。路口交通灯目前拢是安尼闪光的警示灯，是不是要设置青红灯咧？还阁需要等警方的评估。驾驶人若适当自我约束，甲车速放慢落来，事故发生率嘛会降低。